错嘛，还他妈挺有弹性啊！我试试。舒服吧？啊？哥给你揉揉啊！翻过来。来吧。哎呀，我也帮你揉揉，手感不错嘛。你再不好好配合，接下来会有更大的苦头等着你。说不说？快点把那脑后打开，给我打开！腿岔开。犯法于法律制裁，也不应该当众扒光衣服羞辱人家，这也太缺德了！真他妈的流氓！面向所有人，连续做下蹲动作。